这个新闻要来去南投，南投埔里是早期汉族比较较早开发的所在，为了耕作必须要有这个技师，所以讲这四界拢是有一寡拍铁仔店。上清的时有30间，要么随着这个产业的改变，拍铁仔店的生意愈来愈歹，即马只剩6、7间。要么即马拍铁仔老家结合美式的元素，和观光客带着怀旧的心情，感受传统的产业，嘛会使食到在地美食。 拍铁仔师傅真熟练操作机器，将烧红的铁仔慢慢啊断，随后再搁压铁锤啊匀匀啊砍。拍铁仔店内面猪头、草鸡啊，什么鸡丝拢有，拢会来遮经技师。哦，是这，哎，这拄好啦，无大无细啦。埔里镇南新街是有名的拍铁街，百万年前农业时代，遮上济有30几间的拍铁店，嘛是埔里上闹热的所在。 拍铁店有几十间啊啦，拍了后就做些人拢爱来食买。拍铁店一个出名，有真侪其他产业嘛来，像这间青草店嘛是在地人上接高官的。天气热热的，喝一杯青草茶很退火。这青草店炒偌贵历史啊？啦，用单啊，100块呢。 因为产业的改变，机械化的技师一直出现，拍铁店的生意是愈来愈歹，即马只剩6、7间。不过即马老家结合美式的元素，观光客带着怀旧的心情来到这回味传统，卖使享受美食。上有名是葱仔油条到卵，改变一般人对油条油炸过口感的印象。外酥，然后内软，因为它那个加那个蛋，我就觉得非常好吃。 另外，皮嫩肉 Q 的肉丸，有规片的肉，不管是先食肉，还是先淋汤，还是要当时来食，拢有无同款的口感。从小吃到大啊！回来这里就想要吃啊。食完美食，嘛唔通袂记到200年历史的妈祖庙去行行咧，这嘛是在地人的信仰中心。拍铁老街虽然讲已经无多像较早呢，真侪拍铁仔声，也要结合观光元素和百年传统以新的面貌，继续发光发展。